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花莲山区昨晚下晡上大雨，造成边坡的土石淹过铁基路，代替好人到中德这路段双向未通。按算今仔日中昼12点会恢复通行。也那交通部嘛启动陆海空的运输来疏运旅客，希望甲对旅客影响降到上低。另外，花莲县宣布，今仔日秀林乡和平村今仔日是停班停课。目前北上列车只行驶到花莲站为止。代替台东站员工提麦克一直宣导，昨下晡4点了后受大雨影响，代替北回线正西线部分路段被冲来的土石淹去，电车线也受损，造成因河到中德之间列车双向停驶。因为雨势伤过大，无法度抢冲，台东往台北火车临时改变至西角花莲，车站大厅拢是人，卫生客原本要坐暗时火车等台北工作，只好听车站建议改变路线。他们给的建议就是搭南回线到新左营，然后再从新左营搭高铁回去。可是北回不能上吗？北回现在只到花莲。希望将旅客社会冲击降到上低，交通部启动陆海空联航，除了今日日常航空加开台北往返花莲国际班，公路局甲代替已经第一时间调派10部游览车，疏运花莲和平之间的旅客，高铁也加开7名班次，未让花东加入孤岛。台铁也加开一列新自强号，可以到高雄新左营站转乘高铁，同时这一部列车也会延驶到七堵站。高铁也加开了2列全车自由座的一个列车。东部地区今日透早3点开始，陆续发生3件地震，震央伫花莲县秀林乡有2件，地震规模分别是3.2甲3.5。了后，透早3点55分，台东县近海阁发生规模4.3的地震，上大震度台东县2级。地震阁大雨，会互土石会送去甚至崩塌，民众爱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彰化过道因为真侪所在落大雨，嘛传出意外消息。伫新北市三峡有石头放落来，有一个查某骑士哪想起去互石头夹着，加在是轻伤。我来的时候，他就坐在地上。他坐在地上之后，我向他询问当时的事发状况。那他告诉我说，他也不清楚到底是自己撞到石头，还是说是被石头砸到。那看起来是没有太严重的外伤，就是可能脸上有一些擦伤之类的这样。所以他那时候意识还是很清楚。对，意识很清楚，可以正常的沟通讲话。伫画面内底会当看到这个查某骑士，伊坐伫路边等待救援，而且伊边啊四界拢是大大细细落落来的石头。这件意外发生伫三峡台7一线3.9公里的所在，有一个查某人伊骑车经过的时阵，这石头哪像是夹着伊的安全帽啊，致使伊连人挂车全安尼处理。这个骑士分尸顶有几个所在刺伤，加在送病院了后，伤势是无啥要紧。各位乡亲，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天气是不哩烧热，各地日时的高温会到31度至34度，中南部可能会超过36度，都要注意热伤害。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气象署对云林、台南、高雄、甲屏东发布高温柑仔色的灯号，可能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也若彰化嘛发布黄色的灯号，温度可能会到36度。提醒民众若是出门，水都要加啉寡。也若落雨方面，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早起西半部沿海会有雨沙啊，过到大台北、东北部甲东部有的所在会落西北雨。也若山区的雨会较粗，提醒民众都要特别注意。我来关心台电核三厂2号机已经正式停止运转。不过有民间团体就指出，17暗时乡土炭甲天然气发电会当讲是芳规暝，惊这空气污染会愈来愈严重，嘛烦恼会欠电。不过台电这边是讲空气污染未增加，而且未来供电有其他的电厂会当来补，唔免烦恼无电通用。准备演请出来，台电核三厂2号机17暗时正式停机除hiệu，停机期间可能有清气的白色水汽排到厂房外口。台电表示，这是正常现象，唔免烦恼。暗过民间团体气候先锋者联盟指出，核电退场了后，燃煤机组火力全开，烦恼空气品质变坏，也增加得到肺癌的风险。风跟光都不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你全部都靠火力啊？会不会在未来你在空品不佳的时候，你一样是得要火力全开？就是我们的肺癌特别的多了。那过去有研究发现呢，台湾的肺癌呢跟空污是息息相关的。根据台电各系统发电量显示，核能退场了后第一日到10月下晡5点，燃气燃煤2种发电机组占比超过70%，用甲发批评台湾废核家园梦想达成，但计算是全面承担高电价高碳排。不过主张台湾应用天然气发电减碳学者曾炳杰认为，台湾地热人多，那核载辐射外泄会对环境甲居民造成极大影响。那像核二厂做出以后，它台北市土地是71%不能使用嘛？对，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它对核能机组对台湾来讲是一个不可以承受的重。我们有4部大型的机组会上来，它总共的量有480万千瓦，核3厂一部机除以才只有95万千瓦，所以整个供电这个情况其实是无虞的啦。台电强调，台电火力电厂空污排放量已经大降70%，而且今年顶半年，大潭电厂7号机甲兴达电厂新1号机应完全满载调度测试，因影响热天尖峰用电需求。下半年还有兴达新2号机甲台中新1号机上线，加上供电甲风电陆续加入，唔免烦恼欠电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花莲县一个高中的查某老师17透早伫宿舍去用吹死，警方勘验发现这个死者分尸顶的衫是规个乱糟糟，而且死伫涂骹。调查发现讲，有一个姓刘的查甫人有重大嫌疑，伊进前捌追究这个查甫老师去互伊拒绝，目前伊是敢若承认伊有杀人、唬人、感受性侵。警方昨昏照杀人罪罪嫌，甲伊送法办。因若今仔日会解剖来理清这个查某老师死亡的原因。过来看《中国时报》，去年一年期的义务役头一梯征集6900多人，比按算的减2000多人。今年志愿役官士兵预算关押，甲去年来比是减5400多人，而且还有干部顶情讲部队欠装备，无法度达到训练的标准。即马国防部毋但是欠人，嘛欠装备。过来看《自由时报》。世界卫生大会 WHO 今仔日伫咧日内瓦举行，日内瓦的车头电子的扛棒，嘛看会到咱台湾数位医疗甲 AI 的发展。卫福部长邱泰源嘛呼吁国际社会以公平甲专业为原则，支持咱台湾参与 WHO 等国际卫生机构。咱往来看梵蒂冈新的教宗良14世就职大典，昨昏全球有155个国家甲地区派代表来参加。最后是由3个初期主教甲2项代表教宗职责的信物交予新的教宗，嘛宣告任期正式开始。接着钟声响起，新任天主教教宗良14世徛伫个白色座车，伫个圣道的欢呼声内底抵达梵蒂冈圣母道路广场，就进弥撒大典的现场，用车辆伫个无同的区域驶来驶去，向现场的民众致意。这个新教宗就职仪式有参与来的，包括美国副总统范斯、国务卿卢比欧、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西班牙国王王希这些贵宾，拢总150多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团出席。接近台湾时间18下晡4点，书记主教甲其他参与仪式的主教进入波多鲁圣殿，去波多鲁蒙前祈祷。新教宗良14世在信仰团的歌声内底，嘛进入圣殿。良14世伫波多鲁的墓前鞠躬献香甲祈祷，2名祭司捧着羊毛麻棍甲喜符咒子，互迎司向圣殿外口行。新任教宗嘛对伫上尾后行入去广场的顶下内底，演唱赞美诗了后，向群众压圣水。所落来伫圣经演唱仪式了后，伫众人的眼光之下，为无共大酒来的3名书记主教，甲2项代表教宗职责的重要标志，羊毛马巾甲喜符咒子，交予新教宗良14世，嘛宣告新教宗的任期正式开始。了新教宗嘛对群众发表讲道，为教宗的任期定定基调。公视新闻台视同朋友。这一届教宗良14世就职典礼，咱国是派前副总统陈建仁，搁一届做总统的特使去参加，教廷嘛热情甲咱欢迎。
陈建仁伫会场甲美国国务卿罗比奥，也有欧盟执委会主委冯德莱恩等等各国政要来互动。也那陈建仁伫弥撒觐见教宗，伊嘛甲总统赖清德亲手写的卡片送互伊，嘛邀请教宗未来会当来台湾访问，期待会当深化咱台湾甲梵蒂冈的邦谊。新任教宗24岁就职典礼了后，总统特使兼副总统陈建仁接到教宗接见，送3小礼物，包含总统赖清德和教宗的亲签贺函，甲教宗伫秘鲁做总主教时阵的相关纪念相片，也有台湾邮局发行的教堂纪念邮册，佮邀请教宗来台湾访问。他在秘鲁当总主教的时候，接受了台湾捐赠的2000套的有关于插管的防护用具。那我把照片给他看的时候，他说 "Yeah, I was there"， 所以他马上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印象很深刻。他也觉得台湾能够帮助。陈建仁参加新任教宗就职典礼，受教廷热情欢迎。伊伫超过150个代表团的盛会，甲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各国政要做伙，而且伫典礼进行间活动。陈建仁甲德国总理梅尔兹、日本特使兼首相麻生太郎等35位各国政要互动，场面外交成绩真好。教廷直播会面，阁看到陈建仁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挨沙子。我也跟美国的这个 Rubio 有见面Rubio 一看到说，哎呀，好高兴看到台湾来了那他也希望我们跟美国有更多的互动。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日本欧盟德国或者是美国这些好朋友都跟台湾相当的友好。就职弥撒开始进行，教宗24岁坐白色专车，向伫圣伯多禄宫顶的信徒下手致意。清晨4、5点，许多信徒已在场外排队，见证着历史时刻。现场戒备严密，军警与特勤小组全天巡逻，并部署狙击手与反恐小组，确保各国元首以及代表安全。现场有75万人观礼朝圣来看教宗的风采。美国来游客提美国国旗，见证史上第一位美国籍教宗。We're very, very excited. He's the first American Pope. Yes, we're very proud of that. Mi piace come personalità e spero che comunque possa continuare il percorso che Papa Francesco ha aperto. 24岁成做全球14号天主教徒新领袖，教廷阁是咱伫欧洲唯一邦交国。台湾83年邦谊也希望延续推进，建立台湾关系走向新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的三重埔新社宫办新农文化节。虽然讲因是邀请中国拍铁花来表演，这是文化的活动，不过却是引起统战的记录。六委会讲无下资格是拢已经抬掉，另外咱海巡署嘛加强巡逻，要来阻挡中国的侵扰。连江南泉水甲外界大陆船界赶走，捍卫国家的主权。不过中共继续对台文攻武吓。中国海警船对2014渔船事件了后，中国方面片面宣布伫厦门金门海峡定来执法巡查行动了后，到即阵已经清了金门水域有70里摆。因应中国福贵休渔期展开，海巡署也加强护渔的勤务，来防范中国海警船的干扰。近3年，澎湖渔民报案遭到海警船干扰，共8案。另外，从111年到今年4月，已经驱离越界大陆渔船3693次。国防部18公布查到中共主副战机甲无人机18架次出海活动，其中13架次超越中线，配合共南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全正是两岸关系紧张。新北三重埔的新社宫17到23新农文化节，邀请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拍铁花、八音花甲音乐舞来台演出，引发外界质疑有这个统战的疑问。多虑的啦。谁捅谁都不知道嘛，宗教、文化、艺术的交流我觉得不必要去考虑太什么统战我觉得政府自己要有信心为了让活动单纯化，我们对新社宫邀请的表演团体做了相当多的审查。
删掉了一些和表演无关的人员，也不准从事和表演无关的活动。对着最近有上过被台团说，台湾政府宣布取消艺人欧阳娜娜中华民国国籍终身不得入境台湾的影片。梁文杰讲，这个影片内容是调侃编罪，想要来使人社会对立，正在追查影片来源。也来司法的言论标准也等待界定，司法名单也伫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马总统赖清德就职都要满1年啊！伊伫接受访问讲到大罢免的时阵，伊强调讲罢免是公民的权利，民主的问题用民主来解决。不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是讲，所有的民主国家拢无希望发生罢免，质疑赖总统是想要用罢免来解决朝野的问题。在野党现在就在提出520要罢免您，对，你怎么看？这是立法委员所拥有的宪政的权利，这我必须尊重啊。就这19年之前，总统赖清德接受网络节目专访，讲到这阵社会大罢免的情形。赖总统搁再讲到民主的问题，要用更加大的民主解决。罢免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而且认为是慢慢推展直接民权。案子太多了，都违宪啊，自然而然就会引起公民力量的出发，由间接民主、代议式制度会往直接民权来走了。当罢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时候，创制复决未来也会成为日常。全世界他要创造一个最诡异的民主奇迹，只要是少数就用罢免多数的方式来解决。那台湾以后就不断的罢免，每一年都罢免一次，然后只要选输了就是推翻重选。那我们以后干脆改为1年改选一次，不是最方便吗？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质疑赖总统讲话是用罢免解决朝野问题，无经由沟通对话化解争议。尤其这阵有30位国民党立委通过罢免理解单送件标准，也过罢免民进党立委1万挂零。朱立伦18连召3座政治说明会，协助罢免北市立委吴思瑶、吴佩益，呼吁国民党爱团结。谢谢主席。然后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一起团结，然后把联署书冲过第2阶段。其实谁在做事，谁在胡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不管是里长还是议员，大家在社区地方上面做好事，帮助社区都来不及了，不应该去分说什么样的党派。吴佩益讲尊重罢免团体，同时继续骨力走地方，而且得到国民党籍有上强里长之称的彭浩生的支持。对此，国民党台北市东部大理事委第7金讲，里长任内相关的表现拢会列入2026地方选举是不是提名的考核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前总统蔡英文，伊伫咧英国访问的行程，有登去伊的母校，也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来接待的是伫要上任的法律学院院长。这个开场，伊就介绍蔡英文是因博士的毕业生，嘛直接背回有关继续学历的质疑。这一届蔡英文登去母校演讲，是引起真大的关注。学校伫安全考虑各方面嘛特别谨慎。好，蔡英文今天开心的回母校，但校方把它定为私人行程，媒体没有被邀请。蔡英文登来母校发表演说，引起各界真大注意。校方这平常展现真小心的态度，唔拿以安全的考虑为理由，拒绝媒体采访。活动也以无公布姓名 VIP 形式邀请听众参加。校方这样小心的安排，外界推测甲校内上大的国际学生族群，超过2000名的中国籍留学生有关系。现场更加是看到考级人数的监视。不过这样小心，尽量卖明显的安排，也是无法主动亲像，敢若伫咧面试上款的台湾侨民。他超棒的，谢谢小英，谢谢局长叫好，手上像只有小只。蔡英文伫校任法学院长莫瑞介绍的，以国际名人校友名义，担心国际特殊的台湾的经济韧性。Of course, you may have your own view as to the style and the way the curren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duct the sort of tariff negotiation. And it is a very different type of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all familiar with, especially the way we practice negotiation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So the world are trying to get used to this, but I think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of a more comprehensive set of the global negotiation on trade.
美国国大陆投资半导体自主化，但这点到美国市场引发对台湾整体优势流失的疑虑。蔡英文是表达审慎乐观的态度。Am I worried? Oh, I'm not supposed to tell you. But what I can say is that we can still manage it because Taiwan is still the most efficient place in the world to produce high-end chips. We still have time. But the thing is tha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have to share with our friends, our allies, for our common security. 在国际贸易甲安全秩序无稳的情势之下，蔡英文搁再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的自信甲韧性。伊强调，面对邻国威胁，台湾毋是对危险无感觉，而是具备有够韧性，找出甲风险共处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上新的消息，咱要来关心美国前总统拜登办公室18时阵发声明，讲拜登去予医生诊断出得着裂喉腺癌，而且已经脱去甲骨头啊。即马当咧甲厝内人讨论治疗的方式。虽然这是一种侵袭性较悬的疾病，不过这种癌症好亲像对荷尔蒙敏感，所以应得到有效的控制。美国前总统拜登办公室18表示，拜登诊断出侵袭性裂喉腺癌，而且已经脱到骨头。裂喉腺癌照格里芬分数评分，拜登是9分，上严重是10分。拜登咧甲亲人也个医疗团队评估治疗3项。今年82岁，拜登是虔诚的天主教徒，4月1日才去梵蒂冈参加教宗方济各的丧礼。今年1月7日伫华府甲前总统卡特告别。That day, just the four of us sat in the living room and shared memories that spanned almost 6 decades. A deep friendship that started in 1974. I was a 31-year-old senator to endorse his candidacy for president. 裂喉腺癌脱到身体其他部位时阵，会脱到骨头。转移性癌症比局部性癌症更较歹治疗，因为药物真歹达到守护肿瘤，而且彻底根除。裂喉腺癌爱用荷尔蒙疗法，让癌细胞生长受压制。亲像拜登的病房，就用这种方式治疗。拜登顶礼拜因为泌尿系统症状加重看医生，在检查内底发现裂喉腺有问题，进一步评估。进前伊就捌得到癌症，2003年1月发现佫测除皮肤癌的病源。根据美国癌症协会资料，裂喉腺癌是美国常常看到癌症，也是男性癌症死亡第2大原因。2007年，迄时阵做总统的拜登将癌症定位计划列为政府优先施政任务，目标是未来15年内将癌症死亡率降低一半。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关税政策会当讲是冲击全球的经济，真侪公司拢传出裁员的消息。亲像日本的日产汽车，因了钱是了一个真正力，按算要裁2万人。那英国精品的品牌 Burberry 裁1/5的人，差不多是1700个人。那美国的科技公司微软嘛要裁6000人。不过微软是讲，因为发展 AI， 所以组织要调整，甲财务并无关系。战争甲放大整并破局，含运经营危机的尼桑拜二公布2024年财报，净亏损6708亿日票，差不多大票1400亿。为了生存，尼桑宣布扩大裁员规模，未来3年内要缩减2万人，差不多占全球员工的15%。同时，关7间工厂，年产能嘛为去年的350万台，大幅度下减到250万台。除了内部经营不善，尼桑嘛坦白讲，川普的关税政策会让目前的困境更较凄惨。目前估计债务冲击达到4500亿日票，今年第2季恐惊也是出现2000亿日票的营运亏损。 We have a mountain to climb from the losses we are announcing today. As our path forward, the Nissan Recovery Plan is an action-based, grounded in reality and driven plan by determined actions. 那汽车业面临寒冬，车体品市场今年嘛有较差。英国品牌 Burberry 上新的财报虽然比预测有较好，不过去年营收年减17%，包括亚太甲美洲市场的销售拢有较衰退。Burberry 因为安尼宣布，要在2027年前裁员1700人，差不多占全球员工总数的20%。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这间公司也要改变市场的策略，会重新注重
经典的风衣加围巾产品。另外一方面，最近投入真侪资金建设 AI 资料中心的微软，也传出全球要裁员6000人。不过微软是讲，裁员主要是要进行组织调整，减少中阶管理层级，以节省人力成本，甲绩效无关系。虽上微软演过连续4季收益，拢超出华尔街预测，估计伫财报增强的加持，挖进历史的观点。不过也是决定因应企业发展缩减人力。根据到去年6月的数据，微软伫全球拢总有22.8万的员工，其中5%拢伫美国。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我来看非洲的国家加蓬，这个所在是非洲出产石油甲金矿的大国，股市石油的收入就占因 GDP 的43%。当地最近总统大选才拄结束，新的总统讲，除了石油以外，即马因要全力来拼观光，而且话讲要互外国游客数量增加1倍。天色正清，树仔正白，海水也正清澈。伫咧非洲中西部的加蓬是非洲城市化上悬的国家之一。除了80%的人口拢住伫咧城市内面，国家有一半人口年纪拢伫20岁以下，人口的结构正少年。如果因为加蓬有亲像石油甲黄金矿的这款自然资源，也是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人民的平均收入是撒哈拉以南大部分非洲国家的4倍。其中石油的收入占 GDP 的43%。除了天然矿产，加蓬也有多样的动植物，亲像是像猩猩加河马。加蓬的过渡总统恩奎马伫拄则举行的大选，摕到95%得票率。因为加蓬拢只敢若专心伫咧开采石油，无重视因本身丰富的旅游文化。拄则上任的总统恩奎马讲，要互这个认为是最后伊电远的国家，互大家拢知，外国游客数量要增加1倍。Moi, Brice Clotaire Oligui Nguema, él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m'engage devant Dieu, nos ancêtres et le peuple gabonais à conserver toutes mes forces à son bien-être. 来加蓬的外国游客讲，即马要来这的机票正贵，这也可能是加蓬想要全力发展旅游业的障碍。另外，伫咧饮用水方面，加蓬是啉地下井水；电方面，饭店是家己传发电机。导游讲，伊也可用入社区旅游的概念，互旅客体验当地的生活，并且甲介绍定伫咧美金166到412块，差不多大票5000到13000中，互大家拢算会起的介绍。不过，即马当地人伫咧烦恼的是，到时游客增加，人一济会影响当地的生态。On est un peu dans un genre de cercle vicieux, un genre de tohu-bohu. Ça veut dire que aussi bien nous, on veut s'ouvrir à d'autres communautés, mais de la même façon, nous sommes obligés de préserver ce côté mystique là. Et je crois que si justement on arrive à trouver le bon mélange, je pense que le tourisme aura plus de facilité de s'exploiter. 虽然加蓬的天气湿过热，常常停水停电，而且伫特定区域的治安问题正严重。但是加蓬的观光部长讲，未来会将观光文化放伫咧第一位，伫咧加强观光从业人员的相关培训了后，希望全国的人民拢会当共同来参加观光事业。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顶礼拜五，罗西亚甲乌克兰都举行会谈。美国总统川普甲罗西亚总统普丁通电话前一天，罗西亚派273架无人机攻击乌克兰，这是罗西亚甲乌克兰开战以来上大规模无人机的攻击，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伫咧卡达新一轮间接的谈判一直拢无进展。以色列军方今仔日表示，已经伫加沙走廊北部甲南部展开大规模地面的行动。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夜间的空袭造成至少130个人死亡。来看美国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大桥，伫当地时间5月17暗时记录一只墨西哥海军的船撞起嚟，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19个人轻重伤。镜头转来咱国内。有民众伫高速公路标立的路段看到一台特斯拉，
一个赛车的人开自动辅助驾驶了后，规路手拢无放伫限道路顶悬，而且还佫伫背手机啊，看着是真危险。即嘛，警方要甲即个驾驶开罚单。也那专家是表示，自动驾驶的叛徒要是会有侦查，赛车袂使拢放互伊，避免发生危险。有民众看到坐伫车顶的女驾驶双手离开限道路，也好像无咧看路，有时阵滑向边啊，甚至照镜进入头毛，甩去咧背手机啊，也佫是伫国道顶悬时速超过100。我当然不会啊。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民众将画面铺伫网站，指出迄时阵伫咧国道3号115.6公里大山路段，看到特斯拉驾驶的行为，警方虽然无接到报案，不过看影片，确认驾驶已经违规，会将违反道交条例来处罚。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罚款。他正在进行自动辅助驾驶，他保持他与前车的距离，他把车辆固定在这条车的车线道之间。他搞不好比你驾驶还要安全。有电动车车友认为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技术较完善，不过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去年12月发布调查报告，说明各厂牌自驾系统拢无达到驾驶人应完全挖苦自动化驾驶等级。专业车评也认为，免过度挖苦自驾系统，就算它感应到了，它不作动，也是有它的原因在，是因为他不确定前方是什么东西。我觉得人都控制不好了哈。这个自动驾驶，我觉得它能够判断的东西辅助而已了，并不能够100%的取代人来做这些事情了。但副洪认为，自动驾驶系统可能因为外在因素，或者是系统对路况，或者是车型判断无同，也会甲暗网达出现落差。而且路况变化多，这套系统上侪可能用来减低长时间赛车疲劳，唔通太过相信。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顶日仔凯凯去用虐待死亡的这个案件，细佬的年母红判无期徒刑。有网友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若酷毒囡仔上当就要判死刑，目前已经有13万人附议。不过法务部是回应讲，无要采纳这个建议案，受到外界各界批评。后来法务部阁解喙，讲会听各界意见，嘛会纳入未来修法的参考。最近真正传出虐待囡仔的案件，这个月初10，也就是母亲节进前，有万外的民众去甲开刀，呼吁在阻挡酷毒囡仔的情形。即嘛有网友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议，希望加重虐待囡仔的刑责，上当会当判死刑。目前已经超过13万人附议。你杀了人就是越过法律的底线了，你不尊重别人的生命，那为什么别人要尊重你？我赞成，因为小朋友是未来的主人翁，我们一定要积极保护他们。对，所以我同意这么做。南韩证人案，他们的儿虐专法里面，凌虐致死，他们真的刑度就把它拉高到死刑。我们会诉求这个虐童致死刑度拉高到死刑。这项提议是伫今年2月20提出的。提案的人建议修改刑法第271条，增订虐待囡仔、致使囡仔死亡的，应该判无期徒刑，而且袂当假释，或者是应该爱判死刑。上时嘛提议修改刑法第286条，若甲16岁以下的人凌迟酷毒，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妨害这个囡仔的身心健全的发育者，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不过法务部16回应讲，无要采纳这个建议案。有关虐童灭证处死刑的部分，因为我国现行法制上已经没有唯一死刑的规定，而且灭证罪处死刑，明显违反罪行相当原则。法务部回应其实看起来就是便宜行事，以及没有苦民所苦。因为过去到现在，我们认为虐童致死这样的案件频传，其实无形当中就是让台湾社会更加的没有保障。现在未来敢是要针对特定罪名另外定袂当假释的条款？法务部表示，会听社会意见，谨慎来研究修法的方向，保障儿少权益，维护社会安全。在修法进前，这类的犯罪，法务部所属的检察机关一定会将严追诉。针对重大暴力犯罪受刑人，会严格审核，袂当假释。公司新闻台北报道。
台湾照顾劳动产业工会昨回去劳动部表达因的诉求，伊希望蓝领移工踮台湾食头路，上济12年或者是14年的这个规定会当来取消。而且目前中介移工的待遇拢是落伫咧头家人的手头，因为着要留伫台湾食头路，面对不合理的情形，雇不中要是来配合，所以工会希望会当赶紧修改中介移工的方案。家庭看护移工伫台湾工作时拄着情形，用行动剧方式，希望互更加侪人看到。台湾照顾劳动产业工会礼拜再去到劳动部头前表达诉求，因呼吁取消伫台湾外籍工作移工的12年甲14年工作年限的限制，保障付出青春为台湾贡献的移工。现在不是到12年还是14年，我们一定回家吧，这样会怕的，因为是我在台湾一定习惯了。我这不想离开台湾。Hari ini kita mau ada aksi konferensi media dalam rangka untuk menuntut penghapusan batasan masa kerja dari 12-14 menjadi tidak ada syarat sama sekali. 台湾照顾劳动产业工会指出，军中介配额甲认定方式，差不多拢有头家来主导，移工因讲无谈判权。为着留伫台湾继续工作，移工不得不甲头家甲中介签不符事实的劳动契约。看起工资有小幅提升，其实要做更加辛苦的工作，明显甲中介制度老人的目标不同款。我们要求修正这个中介制度，要让它更公平、更透明，并且其中是能够真正去考量移工本身的工作能力，而不是全然依赖雇主，要去真正的保障移工的权益。如果要再走回去说讨论取消工作年限，那只是让他们继续让他们是用移工的身份继续工作。中阶技术转任之后，仍然是有薪资差额的。虽然5一劳动节已经过啊，但不过争取劳工的权益无停。工会呼吁随修改中介移工方案，也希望台湾行向无中介剥削的直接聘雇制度。对着国内欠工，劳动部进前也表示，正伫个整体来检讨移工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宜兰市甲罗东路边即马有设300多个智慧停车格，不过所有人发现讲，就算是伫咧尖峰的时段，嘛无人会来停车，因为有民众反映讲，这纳钱的机器清载出问题，所以致使民众拢唔敢去拆车。官府讲已经有要求业者赶紧来处理，改善这停车收费的问题。上下班时间路边的智慧车架，无啥物车伫停。宜兰县的宜兰市甲罗东镇这市区有960架路边的停车架，近年来未少改设置智慧停车架，取消临港的收费，就已经设置311架，估计今年佫再增加189架。也毋过这停车架确实有民众讲缴钱无方便。不要在这里缴，这里很麻烦，那个机器很老。那机器不好用，这样子。对，是它的缴费方式很多种，你会觉得说它应该要标示清楚一点。应该要吧？不知道要怎么缴费啊？民众讲，这智慧车架用机器试的方式来缴钱，常常反映真歹，也有各种的情况。原本路边停车架自动扣钱的方式真侪种，变新的智慧停车架了后，是毋发度这种功能也无清楚。民意代表要求市府爱改进。我收到的民众陈情是，现在停车格在那里空着。人家都不敢停车，因为不知道怎么去缴。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来加强宣导哈，那把相关的可以透过线上支付扣缴的这些业者哈，那在我们的现场也让民众能够知道哈。县政府讲已经要求业者年底之前全部改做持卡的方式，也若这智慧停车架也拢甲电信业者相关的支付系统的业者签订合约，应用来绑自动扣钱。这部分会伫停车架附近加强宣导，让民众更加清楚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一本台语小说叫做《开花结子》，即马正式出版啦。这是以台湾大家族家人眼界的故事来创作的，希望呈现伫无共政权之下百姓的心声。因作者那纯粹除了分享伊创作的过程，嘛希望用台语书写，互咱台湾人用无共款的角度来了解咱的历史。卖人小贪眼食红，骂着胆架好野人。
作者拿春水亲身念作品内底七字仔，替大苹果梳起头。过去拿春水作品的特色就是会使用七字仔，即个这本开花结籽台语长篇小说也保留一款台湾文学特色。作者拿春水表示，这本长篇小说大约30万字，用2-3天左右的时间完成。故事是以过去台湾5大家族的其中之一。100年前因为恶控好野的家人眼甲3代为核心，来描写台湾社会100年来的变迁，和基层人民面对无共政权的心声。因的思想哦，讲出来，互大家知影讲，吼，英国是什么款的生活，会当反映出较早的人安怎过日啊，因的艰苦是啥。开花结籽台语长篇小说礼拜举办新册发表会，目前实体册已经正式出版，未来也有电子册版本。第四代台文系教授也表示，伫古话上在看到长篇小说是以家族史做题材来发挥，也通因为安尼看到一般教科册看袂到的历史眼光。毋是咧看政权的替换，吼，毋是咧看即个有权力的人安怎互相伫遐抢一寡资源。伊看到的是一般百姓人，吼，都准是一个大家族好啊。伊嘛是伫咧规个大政治的背景内底，伊免啊求生存，免法因为家己的决定付出代价。作者分享小说名《开花结籽》是依照台语俗谚，迄落花生，迄落籽，迄落树结，迄落米，为灵感来呈现家族命运的因果。册内收录侪台语俗谚，作者也表示讲，希望透过台语书写，让台湾人了解伫无共年代、共家族命运真实的人生。记者中国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日本时代咱台湾上有代表性的女性文人之一张李德和，伊苏当时有开一个诗会，伊创作的诗歌嘛有千外条。今嘛中正大学的教授经过收集甲研究，重新出版张李德和的诗集，希望甲台湾文学的作品继续传承落去。伊行销山条条、水条条，写倒离怀困九苗，荧光秀竹条。用无共的语调念出张李德和的汉诗。中正大学台文所的教授江宝川讲，汉诗有真侪表现的方式。张李德和创作的诗歌有千外条，会当透过伊的作品来感受汉诗各种无共的表现方式。互咱搁较深入去思考较早。咱的文人因咧表现诗的方式是啥物方式？咱的台语就会当读诵甲迄款的念吟唱，算讲有至少有5种。因为这个张李德和，伊伫咱家己，因为有伊的诗所以咱家己对这个诗研究吟唱，拢总尔兴总尔旺的安尼。中正大学台文所的教授江宝川重新整理张李德和的文学作品，出版张李德和的诗书的合集，希望让大家了解伊的作品，嘛会当知影日本时代社会甲家己文学界的气氛。张李德和伊伫咧历史的阶段，就是讲伊创造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伫咧日本的统治之下伊还佫会当自由去创作，伊是代表讲咱伫咧日本时代有一个台语的创作的空间，这个空间是用来反殖民。张李德和伫日本时代是家己地区真有代表性的女性文人，家己新文学强表示，为日本时代传承落来台湾文学，毋但替家己的文学创新甲文学带来基础，嘛替文学甲文学发展保留重要的文学资料。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地方风上头来看真出名的作家吴声，伫40年前开始投入平地造林行动。伊伫伊的故乡溪州种差不多3000丛的树仔，嘛成功推动公墓森林化。为着要推广种树仔的重要性，吴声还佫邀请40外个作家去溪州做伙来参观这个树林。侪作家行伫中华溪州的静心园，即单是诗人吴声甲侪人同齐推动，正做树种公墓森林化的示范园区，有种台湾原生种乌心石、加油等等，和墓地公园化。我去全世界各地旅行去佚佗，我拢去找公墓，去找因的墓仔埔，去看因安尼墓仔埔是安怎，就知影讲因的文化甲因即个对死亡是甚物看法安尼。人生的
最后一站，唔过是阮今仔的第一站。我感觉这是真正足趣味，啊，你也当去面对死亡，其实咱会知影要好啊哇，咱会当活出一点诗意啊。正关心台湾土地议题甲责任行动的作家吴成，邀请国内40多位作家到叶故乡溪州，分享伊这几年来种树仔伫边地责任的成果。吴成讲，森林就是地球的喜，希望大家爱重视，唔通因为开发甲侪树拿拢错掉。树仔无人，活得足好的。人无树仔足歹活，因为今仔日的极端气候、地球暖化现象愈来愈严重，其中简单讲就是树仔愈来愈少，安眠土啊、水泥地愈来愈多。吴老师较侪年以来，你台湾文学史，伊正经是一个讲你爱土地了，写土地，你隐瞒讲，搁较大的败害要来进前，爱家主动。吴成投入种树仔40年的时间，嘛写诗出册，记录伊对土地树仔感情。因毋望伊伫故乡种树仔经验会当推展到全台湾，大家做伙加入保护树仔、种树仔行列。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高师大艺术学院退休的院长黄九关教授，长久以来，伊拢注心偏向音乐的教育，到今已经拍拼12年啊。今年伊串联15间偏向的学校来编音乐剧，而且5月31要伫画布营来举办公演。来到大家好，我就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马祖出巡成功的时代传统，好消息嘅。宝贝仔行大声，甲大家讲妈祖要出巡咯。后壁佫对着规旁的顶头，有龙有狮，佫有叫板更叫。这是由罗地的三比国小甲永安的兴达国小做过表演的咖喱戏。这两间学校拢是分段乐音计划赞助的偏乡小校。学生囡仔为着月底要伫维武营表演，前后已经准备要几年的时间。头摆有机会徛起伫国家级的舞台，囡仔是紧张又佫期待。一个非常很有意义的活动，我觉得说别人可能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这种事情。无论是咖喱戏、拍鼓，也是乐器演奏，这些囡仔拢是偏乡小校学生。这个计划发起人黄九关教授是高师大艺术学院的院长。退休了后，伊对2014年开始，将音乐艺术的资源带去高雄的偏乡小校，那教囡仔学音乐、学唱歌，也有各种在地特色的课程。7当前开始和囡仔举办公演，拄开始敢若7间学校参与，即阵已经有15间，而且今年伫国家级的剧场表演。黄九关讲，偏乡的囡仔只是欠资源、欠舞台，只要给因机会，伊嘛会当做个真好。观众几百个人帮他为他鼓掌，他觉得很有信心。对这个是一个除了在他的那个动力学习的动力上，不是只有音乐上面哦，他觉得我努力的话我就有成果，所以他在生活上在上学上面他就更专注了。黄九关表示，这摆演出是结合15间学校的技术特色，加做一出音乐剧。伊也邀请大家31下晡做过来维武营，用实际行动甲这囡仔鼓励。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永昌报道。体育的消息来看，世总运起鼓比赛是闹热滚滚，有袂少侪回选手来参加比赛。电竞场林坡秀芬阿嬷，伊摕到女子100公尺85岁这组的金牌，也有歌手周杰伦因牵手昆凌因阿公，伊摕到男子标称90岁这组的金牌，而且嘛摕到男子100公尺90岁这组的银牌。台北市长蒋万安颁奖后，88岁喷射机阿嬷林华秀芬，伊伫女子100公尺85岁组摕金牌。蒋万安甲伊开讲，原来阿嬷是南洋女中毕业的，是蒋万安夫人的资深学者。3级跳我脚就跳坏了，现在我左腿脚歪嘛，你们都看得到。我就休息3年都没有比赛，这一次腿一次车来比赛。世总分电竞场也有另外一个焦点是歌手周杰伦太太昆凌的阿公，伊少年时阵就是运动健将，这摆90岁参加比赛，摕男子标称90岁组金牌，男子100公尺90岁组银牌。It's a great feeling to complete an event successfully, and to make new friend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s community.
虽然比赛充满趣味，不过世总分有真侪争议。机关指出，市府开幕典礼用的是中国制的茶啊，反手大礼包来打扫这拄着水就烧起来烧害物件。成熟礼包里面的干燥剂遇到水的问题，这部分我们会请厂商提出说明，而且我们会依照契约来做办理。常用的干燥剂，如果选手们不需要，我们大会会直接协助回收。另外，世总分转播当中，各将棒球的彭正敏的英文名正做林孝廷。世总分执委会表示，负责转播的媒体已经检讨内部流程，而且马上会实例。记者综合报道。也若讲到环境的议题，每一年4月27，荷兰拢会办国王节。伫运河的边仔会有各种的活动，而且这游客是吵。不过本数的量同款就真惊人啊！即马有环保团体因招志工做伙甲这塑胶本数循环再利用，因摕来做船、做岛啊、甲椅啊，唔但环保，而且还阁真好用。阿姆斯特丹的民众穿感觉色的衫庆祝一年一班的国王节，行路四界拢是音乐的声音，运河后面也拢是比如的管啊、塑胶管啊甲各种本数。这时阵一阵特别志工进场了，大人甲囡仔总共250个志工，扎网啊、坐船，开始过运河内底各种的本数。Pair of shoes for sure, and we also fish today some bottles, a lot of heads, so completely a lot of cans, so really a lot of trash. We have a full bottle of ketchup. Now it's empty, but it was full. We got Stitch. We have a fantastic hanger. And last but not least, a hat. 这阵志工是由叫做塑胶海岸的组织号召的，除了伫国王节执行净河任务，平常时也无定期到运河来过本数。细细一条运河本数未少，除了有人凊彩拼，未少是为海洋漂入去河内底。根据阿姆斯特丹水公司的估算，平均每日盐费河边估着本数有3500公斤。塑胶海岸将顾客本数分类。将沿过地上的塑胶管啊做成塑胶泥巴，加工做成运河船，甲办公桌椅。这每一只高本数的船，拢是优秀一个塑胶本数做的。We've got about 35 boats, about 250 people on the canals now. So yeah, and I think there's a lot to be plastic to be fished today because of the beautiful weather. Also yesterday, the whole city was full with people. 亲像讲这安尼会真做大量本数的节庆，是塑胶海岸高本数的日子，因为塑胶本数真多，因也协助企业举办净河活动，号召员工加入，原来友好，原来净河。讲这顾客塑胶本数会作为运河处的原料，未来真做阿姆斯特丹河景的重大技术。We want to build a floating Amsterdam Canal house made from Amsterdam Canal plastic, and we need about 60,000 PET bottles that we fish from the canals. We've got tens of thousands already, and today there's going to add to the catch, of course, but we still need a lot of plastic. 公司新闻张淑芬朋友。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加24度，上悬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1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